先問你一個問題，你呢一世食過嘅即食麵可能一早已經超過100杯，但你知唔知發明即食麵嗰個人其實係台灣人？佢叫安藤百福，呢個係佢後來改用嘅日本名。佢原本嘅名叫吳百福。1910年喺台灣嘉義縣鹿腳鄉出世。呢個由嘉義走出嚟嘅男人，前半世直頭霉都爆，佢俾人陷害，坐過2次冤獄，做金融信託又蝕到清袋，前前後後破產咗3次，一度窮到身無分文，連重新翻身嘅本錢都冇。換轉係一般人，去到呢個地步，基本上早就認命。但偏偏喺48歲嗰年呢個一無所有嘅中年男人喺自己屋企後院搭咗一間爛木棚，每日瞓唔夠4個鐘，成日匿喺入邊研究一樣嘢。失敗嘅半製成品堆到好似一座小山咁高，直到有一日佢終於成功咗。佢發明嘅呢樣嘢，後來更加被評為20世紀日本最偉大嘅發明之一，徹底改變咗全世界人嘅深夜生活。呢樣嘢就係你同我都食過無數次嘅即食麵，而呢個嘉義人發明嘅小小即食麵，去到今日究竟有幾誇張？單係2024年呢一年，全台灣就食咗超過9.3億份即食麵，再一次創下歷史新高。換算落嚟，平均每個台灣人一年就要食足40包，呢個數字令台灣排到全世界第8位，將法國、意大利呢啲以美食自豪嘅國家遠遠拋喺後面。而一碗最經典嘅統一肉燥麵，單係家樂福一個銷售渠道，一年就賣超過4500萬。呢個冠軍位佢已經穩穩陣陣坐咗差唔多10年，冇任何一款即食麵冚得喐佢。至於入口即食麵入邊嘅霸主，就係嗰包紅當當嘅韓國龍參辛拉麵，一年亦可以賣出5500萬。即食麵一早已經唔單止係你深夜肚餓嗰陣嘅救星，背後更加係一盤養活無數工廠、撐起過百億市場嘅大生意。但係今日我哋要講嘅唔係佢賣得有幾好，而係幾個你可能食咗成世即食麵，但係從來都冇認真諗過嘅問題。當你深夜撕開一杯嚟，一下倒入熱水，冚反個蓋，等個關鍵嘅3分鐘時，嗰條彎彎曲曲、乾乾脆脆嘅麵餅究竟係點樣整出嚟？點解佢係彎嘅而唔係直嘅？明明冇人幫你煮過，點解用熱水浸一陣就熟？嗰包油立立嘅醬料，嗰堆5顏6色嘅蔬菜料入邊究竟收埋咗啲乜嘢？仲有，你有冇發現包裝上面畫住嗰碗配料多到滿瀉、紅油滾滾嘅牛肉麵，同你實際倒出嚟嗰碗嘢根本完全係兩回事。由包裝去到碗入面，中間究竟發生過啲乜嘢？今日食嘢背後就帶大家捐窿捐罅，深入呢座幾乎見唔到半個人影嘅現代化即食麵工廠，將呢啲收埋咗幾十年嘅答案一個接一個挖出嚟俾大家睇。我哋直接由嗰個最令人好奇嘅問題開始：麵條點解係彎嘅？你可能會覺得嗰啲麵條唔就係隨便機出嚟堆埋一齊之後自然彎曲嘅咩？錯，嗰個彎曲形狀其實係工廠落咗重本，再經過精密計算先整出嚟嘅結果。想睇明白呢個彎係點樣形成，我哋就要由一公麵團開始講起。成條生產線嘅起點就係原料倉庫，當日需要用到嘅所有原材料都會由工人按照配方逐樣揀出嚟，再送入主要生產車間。即食麵嘅主體其實簡單到令人意外，就係小麥、麵粉、水、鹽，再加上一種好多人可能成世都未聽過嘅關鍵成分鹼水。機器會將呢幾樣材料按照精確到每一克嘅比例撈埋一齊，再攪拌成一大 Q 麵團。呢 Q 麵團嘅狀態非常講究，軟硬度一定要啱啱好。太硬整出嚟嘅麵條食落就會似橡筋咁韌，太軟一放落油鑊炸就會即刻碎成一堆麵渣。而嗰種我哋最熟悉彈牙有咬口，浸咗幾分鐘都唔會變成一灘糊嘅口感，靈魂就係嚟自鹼水。
鹼水可以改變麵粉入邊蛋白質嘅分子結構，令麵條多一種獨特嘅韌性，仲會帶住一陣若有若無嘅鹼香味。可以話冇咗鹼水，就唔會有你記憶入邊嗰一啖即食麵嘅味道同埋口感。搓好嘅麵團，跟住落嚟就要完成第一次變身，佢會被送入一組精密嘅壓延機，喺輸送帶同滾輪一層接一層嘅配合之下，被一次又一次反覆碾壓。佢唔係一次過就會被壓到咁薄，而係要連續經過一道又一道距離越嚟越窄嘅滾輪，每經過一道就會再被壓薄少少，由一 Q 又厚又重嘅麵團，慢慢變成一張又薄又平均，幾乎可以透光，表面完全冇瑕疵嘅麵皮。等佢去到生產線嘅盡頭，迎接佢嘅就係一整排鋒利刀片，刀片高速轉動，唰一聲，眨下眼就將成張麵皮切成一條又一條幼細嘅麵條。重點嚟啦，麵條啱啱被切出嚟嗰一刻，機器會刻意將佢向前移動嘅速度減慢，但後面源源不絕嘅麵條仍然用更快嘅速度不停向前湧。前面行得慢，後面湧得快，前後咁樣互相一逼，麵條根本冇其他地方可以走，只能夠被逼堆埋、折埋，再向上拱起。於是自自然然就彎成我哋熟悉嗰種招牌波浪卷。負責控制呢個彎曲程度嘅就係切絲機後面一排叫做成形導箱嘅精密裝置，佢可以準確控制每一條面究竟要彎成點樣。咁點解啲面一定要彎整成直身麵條唔得咩？又真係唔得，因為彎彎曲曲嘅麵條之間會留低大量細小罅隙，呢啲罅隙唔係浪費位置，而係工廠特登留俾熱水通過嘅高速通道。等陣你浸即食麵嗰陣，熱水就可以沿住呢啲罅骨快速滲透到每一條面入邊，令所有麵條受熱平均，吸水速度亦更加快。呢個就係點解佢可以喺短短3分鐘之內完全浸軟。如果麵條係直嘅，而且一條貼住一條壓到實一實，熱水根本冇辦法滲入去，你可能浸足10分鐘，麵餅最入邊仍然係硬嘅。一個睇落好似隨隨便便，完全冇乜特別嘅彎曲形狀，背後其實全部都係精密計算。但呢個只不過係開始，真正另一塊麵餅可以用熱水浸一陣就熟透嘅核心魔法，仲喺後面。切好嘅彎曲麵條，跟住落嚟要連過2道生死關，呢2關決定咗即食麵最核心，亦係最唔合常理嘅嗰個魔法。第一關蒸。麵條會先被送入一部蒸麵機，機器入邊布滿特殊噴嘴，向住麵條噴上一層薄薄嘅水霧，然後再用高溫蒸汽將佢蒸到半熟。留意係半熟，唔係全熟，呢個分寸非常關鍵。好多人都唔知道點解一定要預先蒸呢一步。道理其實好簡單，如果將生麵條直接掉落油鑊，結果就會變成外面已經炸到焦黃，入邊就仍然未熟透。預先用蒸汽將麵條蒸到半熟，令入邊嘅澱粉提早糊化，之後再放落油鑊炸，先可以令麵條由內到外熟得平均。呢個係即食麵製作過程入邊一個最容易俾人忽略，但又絕對唔慳得嘅細節。第二關炸，呢一步先係即食麵真正最關鍵嘅地方。蒸到半熟嘅麵條會被一部全自動機器精準切成一段段，再放入一個個布滿小孔嘅金屬模具入邊，然後成盤成盤咁送入滾燙嘅熱油之中，只需要炸短短2分鐘。就係呢2分鐘，神奇嘅事情發生咗，麵餅入邊剩低嘅水分喺高溫之下瞬間猛烈蒸發，一窩蜂咁向外衝出去。水分走咗，但佢哋衝出去嗰陣擠開嘅通道就留咗低，於是成塊麵餅嘅內部就形成咗無數細小孔洞，變到好似海綿一樣鬆散多孔。一塊麵餅就係咁喺短短2分鐘之內被徹底抽乾水分，變到又乾又脆又輕。成個油炸過程嘅油溫通常會控制喺140至160度之間，時間更加精確到每1秒，
多炸幾秒就會變苦變黑，少炸幾秒又未能夠完全抽走水分。呢種火候係經過無數次試驗先慢慢累積落嚟嘅工業經驗。呢個就係即食麵之所以可以成為即食麵嘅全部秘密。你以為自己浸緊嘅係一塊生麵，錯啦！呢塊麵一早已經炸熟咗，只不過係俾人抽走晒入邊嘅水分。等你沖入滾燙熱水，水分子就會沿住當初啲水分逃走時留下嘅孔洞，照住原本條路重新殺翻入去，麵條再次吸飽水分，眨下眼就好似復活一樣，回復到接近啱啱煮好嘅狀態。所以你深夜浸嘅從來都唔係生麵，你浸緊嘅其實係一塊被時間封印、抽乾咗水分嘅熟麵。而呢個咁破格嘅原理，正正就係當年嗰個嚟自台灣嘉義嘅吳伯福喺屋企後院間小棚入邊望住自己老婆炸天婦羅嗰陣，突然靈光一閃諗出嚟嘅。佢發現食材裹上一層麵糊，再放落油鑊之後，水分蒸發就會留低好多孔洞，正正就係眼前呢個畫面催生咗20世紀最偉大嘅發明之一，解開咗麵餅背後嘅魔法。我哋再嚟講下好多人最中意，但同時又最驚嘅一樣嘢——調味包，尤其係入面嗰小包油辣辣嘅醬料。首先講炸麵用嘅油，你可能以為工廠炸麵用嘅係普通沙律油或者大豆油，其實唔係。絕大部分即食麵用嘅係一種你屋企廚房幾乎唔會用到嘅油——棕櫚油。點解偏偏要用佢？因為棕櫚油嘅飽和程度非常高，喺高溫環境之下特別穩定，唔容易氧化變壞。對於一條每日要炸幾十萬塊麵餅、油鑊幾乎由朝到晚都唔會熄火嘅生產線嚟講，穩定就代表安全同埋慳成本。呢個亦都係點解油炸麵餅嘅含油量差唔多係非油炸麵嘅4倍。嗰種就算乾食都覺得好香嘅鬆脆口感，其實就係油同高溫一齊整出嚟嘅。跟住再講嗰包醬料，好多人鬧即食麵係垃圾食物，鬧得最多嘅好多時都係嗰包油。但係講句公道說話，嗰包油其實先係成碗麵風味嘅真正靈魂。佢嘅主要成分其實都係味精、豉油、糖，再加上各種香料同新香料熬出嚟嘅香味。正正就係呢包睇落好似唔太健康嘅醬料，喺你沖入熱水嗰一刻迅速溶開，另一碗原本平平無奇嘅麵湯，眨下眼就有咗肉香，有咗味道層次，仲多咗一種令人忍唔住連啲湯都飲清光嘅誘惑力。台灣人成日會講祝你食即食麵冇調味包，呢句講笑說話啱啱好證明咗喺所有人心目中，麵餅只係骨架，嗰包醬料先至係條命。仲有一個冷知識，可能會完全推翻好多人一直以嚟嘅認知。即食麵其實唔需要加入防腐劑。係啊，你冇聽錯，因為麵餅經過油炸同脫水之後，入邊嘅水分含量已經低到極點，而細菌同霉菌想要繁殖，最需要嘅就係水分。冇水，佢哋根本就生存唔到。所以即食麵可以擺大半年，甚至更加耐，靠嘅唔係乜嘢得人驚嘅化學防腐劑，而係將水分抽到極乾。當然呢個亦都代表嗰包令你又愛又恨嘅醬料入面，的確收埋咗唔少油同鹽啊。所以營養師先會一再提醒大家，調味包唔好成包落晒，落一半其實已經夠味，仲可以減少一大部分油分同鈉含量。除咗麵同醬料之外，杯麵入邊仲有一個成日俾人忽略嘅角色，就係嗰一小撮五顏六色嘅脫水蔬菜，蔥花、粟米、紅蘿蔔、冬菇。佢哋睇落乾乾長全唔起眼，但一沖入熱水，竟然可以喺幾分鐘之內重新變得顏色鮮艷飽滿起嚟。呢個又係點樣做到嘅？喺工廠嘅另一條生產線上面，機器正不停咁將大量新鮮蔬菜切碎。但係呢啲蔬菜唔會直接放入杯入邊，而係要先經歷一道相當徹底，甚至有啲激進嘅脫水工序。透過冷凍乾燥或者熱風乾燥，蔬菜入邊超過90%嘅水分都會被強行抽走。呢一步背後嘅原理，
其實同麵餅脫水差唔多，水分被抽走之後，蔬菜嘅體積同重量都會大幅縮細，既方便擺耐啲，亦方便機器精準稱重、平均分裝。更加巧妙嘅係，優質嘅冷凍乾燥技術可以喺抽走水分嘅同時，盡量保留蔬菜原本嘅顏色、形狀同大部分營養。所以當熱水重新沖落去，呢啲被脫水封印嘅蔬菜就會好似麵條一樣，沿住原本嘅路線重新吸水復活，再一次慢慢舒展開嚟。下次你望住杯麵入邊嗰堆重新變得鮮活嘅蔥花，可以諗下佢哋究竟經歷過一場點樣嘅脫水同重生之旅。解開咗麵、油、蔬菜各自嘅秘密之後，我哋退後一步睇下成座工廠。呢個時候你就會發現一件更加令人意想不到嘅事，咁複雜嘅製作流程，由頭到尾幾乎見唔到幾個人。我哋頭先講過，炸好嘅麵餅會由全自動切割機精準切成一段段，再放入布滿小孔嘅模具入邊。呢部機器究竟有幾醒？佢完全唔需要任何人喺旁邊幫手，一批麵啱啱切完，開始向下跌嗰一瞬間，下一個空模具已經靜雞雞準備就位，無縫接上，分秒不差。成個過程完全冇任何一隻人手掂過你食嘅麵。跟住就係成座工廠最過癮嘅一幕，機械手臂一齊登場。一隻機械手臂穩穩陣陣夾起一個空杯，另一隻機械手臂就將炸好堅定型嘅麵餅唔偏唔倚，啱啱好塞入杯入邊。與此同時，旁邊嘅機器亦同步切緊蔥花、切冬菇，處理各種脫水蔬菜，然後再精準咁每杯一樣份量咁灑入已經放好麵餅嘅杯入面。喺呢啲材料上面再放入一包調味粉同一包醬料。沖一杯完美杯麵所需要嘅所有材料，就係咁由一隻又一隻機械手臂分秒不差咁全部抽齊。然後另一組機械手臂又會登場，小心咁將杯蓋逐個冚上，再徹底密封，將味道同新鮮度牢牢鎖喺入邊，一路保持到送到你手上嗰一刻。幾十部機器互相配合得好似一隊排練到熟晒嘅樂隊，一杯接一杯咁將全新杯麵送出嚟。喺呢條生產線上面，人幾乎已經變成多餘，但人係咪真係完全冇用？又唔係。喺每一條生產線旁邊仍然企住一啲工人，佢哋嘅工作睇落可能唔起眼，但其實非常重要。有人專門望實輸送帶，將嗰啲顏色唔對、崩咗角，又或者形狀唔完整嘅次貨麵餅一塊一塊揀出嚟。有人負責幫機器補充醬料同蔬菜，確保生產線唔會因為原材料用晒而停機。仲有人24小時望實監控熒幕，緊盯住油溫變化曲線、輸送帶速度同封口壓力。一旦有任何一個數字出現異常，就一定要喺幾秒鐘之內即刻反應。呢啲工廠對衛生嘅要求亦都嚴到不得了。工人進入生產車間之前，必須經過風淋室，利用強勁嘅高壓風，將身上嘅灰塵、毛髮全部吹走。全套無塵衣、網帽、口罩同手套一樣都唔可以少。始終一條生產線每日要生產幾十萬份即食麵，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少少差錯，一旦放大到呢個生產規模，都會造成非常誇張嘅損失。而家我哋就嚟講下嗰個你可能一直都好想吐槽，但係又唔知應該點樣講清楚嘅問題。包裝上面嗰碗紅油滾滾、牛肉切到大大塊、青菜堆到滿晒出嚟嘅麵，點解同你撕開包裝之後實際倒出嚟嗰碗嘢差咗108000里？先講結論，呢件事唔可以話完全係呃你，但的確係經過精密計算之後，一步一步引你落答。即食麵公司會專登落重本做心理學研究，研究究竟咩顏色、咩畫面、咩擺盤方式最能夠喺短短0點幾秒之內勾起一個人嘅食慾。鮮紅色嘅辣椒，熱氣不停升起嘅滾燙湯汁，用筷子高高夾起嘅蛋牙麵條大特寫，
呢啲畫面入邊嘅每一個元素，由色溫到光影效果，全部都經過反覆測試同精心設計。佢嘅目的只有一個，就係喺你仲未真正食到落口之前，先一步喺你個腦入邊整出一場逼真到不得了嘅美味幻覺，令你忍唔住伸手將佢由貨架上面拎落嚟。所以包裝上面嗰碗麵由頭到尾賣嘅都唔係真實嘅分量同賣相，佢真正賣緊嘅係你嘅食慾同慾望。當然，正規廠商通常都會喺包裝角落用一行細細隻字寫住圖片，只供參考。圖片同實物可能會有差異，呢句就係佢哋嘅免責聲明。但老實講，有幾多人會喺餓到頂唔順嘅深夜，賴喺貨架前面仔細研究嗰行細字呢？下次你喺超級市場或者便利店停低腳步，被某一杯即食麵嘅包裝牢牢吸引住嗰一刻，記住，你其實已經中咗招，而且仲係心甘情願咁中招。呢啲經過精心包裝嘅杯麵，最後會交俾一部巨大嘅馬鐸機械人，佢嘅動作輕柔到令人唔敢相信，將一杯又一杯即食麵整整齊齊咁疊成一個個方形貨垛，再打包入箱，運去全台灣以至全世界各地嘅超級市場貨架同便利店雪櫃，等住下一個喺深夜肚餓嘅你。挖完呢一杯即食麵入邊所有秘密之後，我哋再翻去講嗰個由台灣嘉義走出嚟嘅男人吳伯福，因為佢嘅人生故事遠遠比一杯即食麵更加傳奇。1958年48歲，啱啱由人生最低谷重新爬起身嘅佢，喺屋企後院嗰間細小棚屋入面，發明咗世界上第一包即食麵，改名叫雞湯拉麵。一推出市場就即刻大受歡迎，一炮而紅。佢仲為自己間公司定下一句座右銘，叫做食足世平，意思就係只有令所有人都可以食得飽，呢個世界先會真正和平。呢句說話聽落唔太似一個商人會講嘅說話，反而更加似一個挨過餓、坐過監，亦試過一無所有嘅人由心底講出嚟嘅願望。1971年，已經61歲嘅佢，又做咗一件徹底改變世界嘅大事。佢去美國考察嗰陣，發現美國人既冇專門用嚟食麵嘅碗，亦唔太識得用筷子。佢哋嘅食法竟然係直接將麵餅捏碎，放入紙杯入邊，再用叉勉強叉住嚟食。換轉係其他人，可能只會覺得呢個係文化差異，根本冇辦法解決。但吳伯福一拍大著，索性設計出一種本身已經連埋容器嘅即食麵，嗰隻杯既係商品包裝，又可以直接用嚟浸麵，仲可以當成食麵用嘅碗，一件產品同時解決3個問題。杯麵就係咁誕生咗。由嗰一刻開始，即食麵徹底擺脫咗廚房嘅限制，走入辦公室，走入火車站，走入便利店，亦走入咗全世界每一個趕時間嘅人手上。而最令人唔敢相信嘅就係2005年嗰一年，佢已經95歲。去到呢個年紀，大部分老人家都已經喺屋企湊孫享清福，但佢竟然仲繼續做研發，而且仲研製出一樣全新產品，可以喺太空失重環境之下食用嘅即食麵，跟住日本太空人一齊飛上太空。即食麵就咁成為咗人類帶上太空嘅食物之一。有人問佢長壽嘅秘訣，呢位食咗成世自己發明嘅即食麵嘅老人家笑住話：我可以活得咁耐，秘訣就係每日食一包雞湯拉麵，再加每個星期打一次高爾夫球。2年之後，96歲嘅吳伯福離世，連日本首相都親自到場送佢最後一程。一個喺48歲之前坐過2次監、破產3次、窮到身無分文嘅嘉義人，最終竟然用一包只係賣幾蚊嘅即食麵，餵飽咗全世界幾十年嚟無數個飢餓嘅深夜。挖完所有秘密之後，最後我哋都要冷靜落嚟，講翻一句公道說話。即食麵呢樣嘢有佢非常了不起嘅一面，同時亦都有令人覺得唔太安心嘅另一面。佢了不起嘅地方係喺一個人人都嗌住冇時間嘅年代，佢將食得飽呢件事
做得又平又快，仲穩定到極點。一杯只需要3分鐘就可以搞掂嘅即食麵，可能比你嗌外賣更加快，亦比你落街買個飯盒更加慳時間。對於捱夜溫書嘅學生，通宵加班嘅打工仔，獨自離鄉別井喺外邊搏殺嘅遊子嚟講，深夜入邊嗰杯熱辣辣冒住白煙嘅麵，帶俾佢哋嘅唔單止係熱量，更加係一種肯定有得食，價錢又負擔得起嘅安慰。無論你身處台北、台中定係高雄，只要撕開同一個牌子、同一款口味嘅即食麵，浸出嚟都一定係一模一樣嘅味道。呢種永遠都唔會走樣嘅感覺，本身就係一種安全感。但另一方面，我哋亦可能正慢慢被呢種永遠都唔會出錯嘅味道養成依賴，變到越嚟越食唔出廚房入邊嗰種有鑊氣、有屋企味，而且每一次煮出嚟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家常味道。而每年全球超過1000億份即食麵嘅背後，代表住天文數字咁多嘅小麥、棕櫚油同包裝物料，亦代表住一條橫跨全球、碳足跡大得驚人嘅供應鏈。只不過，當你喺深夜撕開嗰層膠膜嗰一刻，呢一切你全部都睇唔見。呢個就係即食麵嘅兩面性，佢係人類追求效率之下整出嚟嘅奇蹟，但同時亦靜靜咁改變緊我哋同食物之間嘅關係。佢令食得飽變成一件方便到難以想象嘅事，卻亦令食物失去咗一啲只有時間同耐性先可以慢慢煮出嚟嘅味道同溫度。所以下次當你再一次喺深夜撕開一杯即食麵，等緊嗰3分鐘嘅時候，可以試下諗一諗呢杯麵入邊究竟收埋咗啲乜嘢？嗰啲彎彎曲曲嘅麵條，其實係工廠經過精密計算，特登設計出嚟俾熱水快速通過嘅通道。嗰塊一沖熱水就會變軟嘅麵餅，其實係被滾油抽乾咗水分，再由你用熱水重新喚醒嘅熟麵。嗰包油立立嘅醬料就係成碗麵真正嘅靈魂，而包裝上面嗰碗永遠都比實物豪華得多嘅牛肉麵，賣嘅其實係你心入邊嘅食慾同慾望。呢一切嘅起點就係一個嚟自台灣嘉義嘅男人喺自己屋企後院嗰間爛棚入邊捱過無數個每日只瞓4個鐘嘅晚上。佢由頭到尾都唔止係一杯麵，佢係一段由嘉義出發走遍全世界，甚至飛上太空嘅傳奇，亦係現代工業為我哋呢啲生活節奏急促嘅人，經過無數次計算同取捨之後，精心整出嚟嘅一份小小禮物。咁問題就嚟啦，睇完今集之後，你心目中嘅即食麵王者究竟係邊一款？係坐穩冠軍位10年不敗嘅統一肉燥麵，係隆重又大堆頭嘅滿漢大餐，係辣到成頭大汗都停唔到口嘅韓式火雞麵，定係出差嗰陣隨手就會拎一杯嘅來一客？又或者你有冇咩獨門嘅即食麵加餸食法？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知。呢度係食嘢背後，帶你深入餐桌背後，睇清楚嗰啲收埋住食物秘密嘅巨型機器，由24小時不停運作嘅工業生產線，到一杯由機械手臂整出嚟嘅完美宵夜。每一座食物工廠都收埋住一個遠遠超出你想象嘅食物世界。如果你中意今集內容，記得俾個讚同訂閱我哋。下一集我哋繼續揭開每一啖美味背後嘅工業真相。